大兄弟平安，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伫今早起，互咱有一个好的天气，咱搁伫遮组织伫圣殿内，咱相信上帝伊有带领咱的脚步，因咱拢是有福气的人，相信咱今日要搁一遍，记得上帝同在的美好。天父上帝，我们伫遮来高举你的名，伫基督内底，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主啊，你是阮的倚靠，求你赐予阮全新的生命。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吟诗，求上帝，互咱听起伊疼痛的声，因为咱倚靠伊。互我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倚靠你。互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听见你疼痛的声，因为我倚靠你。互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你的名，心上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你的名。上敬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记得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是主耶稣，这是阮摆在阮的祈祷，来正做欢喜的祭，摆在主你的面前。圣经约翰一书1章90讲，我们向上帝来认罪，因为伊是信实公义的上帝。
伊要赦免咱的罪，也要洗净咱一切的不义。咱就向咱的上帝来承认家己的罪，求主来赦免咱所有的罪，来洁净咱的心。这是咱做伙开声，为着咱的罪来献上祈祷。天父上帝，这是我们要来学到你，在基督内，互阮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过去的一礼拜当中，阮的生活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欢喜还是忧愁，我们求上帝你来帮助阮，我能用感恩而乐的心来迎接每一天。主耶稣，你要将你新的生命赐予阮，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甲不义，来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一生遵探你的旨意，全心全意来服侍你。这个时阵，咱为着几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咱来为着咱的国家、咱台湾的社会、人民生活。甲咱的经济产业顶面，在疫情的当中，互咱有受到真大的冲击。咱感谢上帝，求上帝来引带咱，咱来为着咱台湾的正教会，互因有同心合意的灵，来为着上帝的国度兴旺来祈祷。咱最后为着这个事开声来祈祷。主耶稣，你是阮台湾的主，你也是阮国家人民的大主宰。主啊，你是公义圣洁，你要伫社会来彰显你的公义。求上帝赐福予阮，伫不拄波动的时，互阮的生活需求拢无欠缺。啊，求上帝赐福予阮，伫阮的产业顶面。拢有丰盛有春，亲爱主耶稣，这时阵求你引带阮台湾正教会，会当行伫主你心意的道路顶面。我要宣告台湾的正教会，要照光伫阮台湾每一个角落。求主赐福阮每一个教会，会当伫圣洁合一的顶面，用谦卑。信徒归心日晒服侍，我们用疼心互相来宽容，互阮正教会进入上帝所备办丰盛稳定的当中。上帝已经将权柄、能力、尊荣对天顶倒落来。上帝的国度兴旺，未临到伫伊所疼的教会当中。像是咱也为着咱家己的家庭，各种的关系，无论咱的亲子，还是咱夫妻，还是种种兄弟姊妹的关系，咱向上帝来恳求，也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因的经济来源，也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身体拄着软症、拄着病痛的兄弟姊妹，咱向上帝，咱做伙开声。为了这三项事来祈祷，我家己的家庭的关系来祈祷。主耶稣，主耶稣，求你来传扬。你将你的疼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家庭，也放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每一天拢经历主你同在的喜乐甲平安。我也为着阮厝里人。也毋捌认捌上帝的亲人来献上祈祷，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咱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活出基督正的款式，互因因为咱来认捌上帝，因为主的关系，互咱的疼会当彼此相结连，互阮伫家庭当中，阮有夫妻、亲子。兄弟姊妹，拢有好的关系，
成做主好的见证。主啊，你是耶和华伊的上帝，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因的经济顶面，伫阮的职场当中，互阮当胜任，阮的财务会当突破，伫经济上拢有主你丰盛的供应，互阮会当做主你以爱的好管家。主啊，求你赐福互阮有够格的恩典。即时求上帝你将医治、将怜悯放伫阮病痛中兄弟姊妹的心上。主啊，当因求叫你的时，主啊，你的医治、你的平安，就要伫因的心上。主啊，求你将平安、将信心、将愿望来充满因。主啊，我们互因会当早一日会当来到圣殿，互阮做伙组织，而且敬拜上帝。主啊，你讲你受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你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到平安。主啊，我们要献上阮的恳求。所以，咱会为着咱教会事工团队，甲咱的中职同工来献上祈祷，互阮每一个团队中职同工伫教会服侍，拢有火热，拢有对上帝来遐的领受。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会当靠无上帝的话语，每一工拢有主的同在。咱为着这项事来开声祈祷。就说，你的灵来充满阮富强教会，来更新阮富强教会。求你来引带阮进入你来计谋当中。阮无倚靠阮家己的才能，阮无倚靠家己的势力，是阮要单单来仰望，倚靠圣神的大开力。求你赐予阮教会有团队的侍奉，阮人人热心为心服侍。求主搁一遍来恩膏夏牧师、赵牧师、詹牧师，以及阮所有的中职同工、牧区团契同工，拢有属灵的恩赐。求圣神合一的灵来充满阮。上帝的确要使能力甲智慧。阮一边领受对主遐来的恩膏，因为主耶稣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因为主耶稣互阮的生命得到永生，因为主耶稣互阮会当搁较无上帝的话语，互阮的生命得到造就，对上帝来领受大的开力、智慧甲帮助。求上帝来坚固阮的信心。我们宣告、试探、挑战、拢要离开阮。我们一生跟对主的脚步，一生来倚靠伊，来倚靠伊。相信咱也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求上帝的灵甲阮同在，互咱伫今日。伫这个牧师所今仔日所分享的讲道顶面，互阮会当心，互阮会当搁一遍激励家己，会当将主的听来实行伫阮每一日的生活当中。咱也为着咱今日的服侍者献上祈祷，也为着你家己，为着咱的会友，搁一遍来谦卑领受主遐来的教导。咱为着咱今日聚会，做伙开声来献上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听取感谢，求你传了
主耶稣，阮搁一遍将阮今仔日聚会对敬拜、对祈祷、对聚会所有的一切，拢献上伫主你的面前。听阮天父的上帝，求你引带各我伫阿牧师的身上，阿牧师今仔所要分享的信息，拢充满能力甲祝福。求上帝来带领，互阮今仔日的服侍会当献上芳芳的祭伫主你的面前。求主来保守阮一切定事，拢有主的同在，当适合伊的服侍。求圣神搁一遍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主啊，求你除去阮所有一切搅扰，我们伫遮专心敬拜上帝。我们谦卑来领受主你互阮的声音，也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日牧师所分享的，互阮的生命定实得到开展。对主的话语，互阮充满愿望甲希望。主啊，生命活水温膏来充满阮，伊伫透放。来透放阮受捆绑的心灵，主啊，愿阮所献上的每一个祈祷，恳求主你来接纳，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以后，请兄弟姊妹对咱的座位来起立，咱搁来唱这边的诗歌，咱要献予咱祈祷的祭，互主耶稣。我听起你听堂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当行的路，因为我信仰无你。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这做你欢喜的祭。主啊，我们奉献感谢的祭。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求你的名，心上定心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心所要求恳求，你有听见我。感恩的日子，这个时阵，咱就用声，用咱的诗歌来学咱的上帝。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小路尊重大君王。来大声唱。来大声唱，咱着这条路尊重
阮的心要好好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抛开阮的心，互阮用感恩的心。用真心的心，好好伫你面前，开我心门，互我看见，应甲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当对你来的温柔甜蜜，用真心的心，好好伫你面前，开我心门，互我看见，应甲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甜蜜，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保护为我路，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保护为我路，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用真心的心，好好伫你面前，开我心门，互我看见，应甲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甲对你来的温柔甜蜜，主啊，你的何等何稳定，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保护为我路，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你有山走，我所有捆绑。来唱歌。你有山走，我一切担当。来高兴地甲主讲。你有山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较比大大路。你有山走，我所有捆绑。你有山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山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较比大大路。你有山走，我所有捆绑。你有山走，我一切担当。你有山走，我心内悲伤。你的名堪比大大路，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保护为我路，何等稳定，你用尊贵荣耀做我冠冕，我的嘴要充满乐。何等稳定，你看顾我，何等稳定，你保护为我路，何等稳定，你用尊
用咱的圣诗，关爱上帝圣殿。关爱上帝圣殿，求主应更着美，以下有大欢喜，也归世上无比。这是基督的主，主只靠陪我主，上帝的家是阮，家己受敬有份，原来我命的话，还出奇妙所做。以上为受安慰，平安快乐顺遂。原来的家임시，阿罗上帝主庇，因无天定天心，自然救主胜利，救主赐我恩典，一生听你不变，后日的天记你，先多之罪恶路。大慈悲听人的主上帝，感谢你，互阮搁伫即个圣日的中间，有即个福分，有即个恩典，阮用谦卑、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而且阮当心自执，三角吟诗，三角敬拜，也三角祈祷，以主你以爱，阮当心合齐，做伙伫你的殿院来调祭你，来敬拜你。主啊，今仔日阮要三角用全世界逐个国家的妇女，特别为着台湾，伫今年为着台湾这个国家来祈祷。我要学习全世界所有的姊妹，因用同款的祈祷内容，用同款的圣经，要伫遮来敬拜上帝。愿圣神伫阮中间，也通过阮的服侍，愿看见你伫阮所有的这妇女的中间所施落美好的旨意甲恩典。愿圣神伫阮中间，互阮无论伫线顶，也是伫现场，阮的敬拜拢平平同心，平平同旨意。愿你荣耀伫阮的中间，你的宝座伫阮中间，阮的敬拜得到上帝你的甘纳。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你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线接的这个敬拜流程中间，牧师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吼。咱来看今仔日的周报礼拜日的听书，就是咱今仔日来配合咱全世界哦吼，所有的妇女伫妇女公道日，今年的代祷的对象就是台湾。咱引用总会所定的这个祈祷的内容，伫这个所在咱要进行。所以伫个听书中间有2位同工来带领迄个启应。伫尾有咱会众的回应。咱注意看银幕，咱无印伫周报吼。当讲会众的时阵，咱就齐声照遐个话句来念安尼吼。下面咱甲时间交互书会甲谢牧师。平安，意思就是愿上帝赐予恁一切平安，互恁甲上帝、甲人的关系拢真和谐。
我代表台湾的教会、政府路欢迎咱大家，欢迎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甲阮做伙来敬拜。亲爱的姊妹甲兄弟，透过今仔日的聚会，咱要三角分享台湾的经验，做伙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甲大能的作为。这是咱要播一个影片来介绍咱的国家台湾。True God, give praise to the
宣调，愿主上帝得到恩乐，感谢伊将各项的福气赏赐予台湾。下面咱要请子龙执事带咱三个来启应。俄勒全能的创造主，伊创造美丽岛台湾，山岭青翠茂盛，四面拢是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上主主的名是应该学乐的，愿主的荣耀甲咱伫地。100多年前，宣教师来到台湾，宣扬福音，人听见福音，也领受救赎的恩典。做回来，上主的名是应该学乐的，愿主的荣耀甲咱伫地。对17世纪开始，台湾互无共的国家统治，经过种族、文化、社会、政治的冲突甲融合，通过上帝的恩典，台湾岛屿的百姓和睦、三和睦，欢喜接待人，也成做祝福的管道。恩典的主，愿要感谢俄勒你。愿主的荣耀甲阮伫地。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啥物人的主啊，阮愿你认罪，因为阮拒绝你，阮无好好来守护你所交托予阮的土地，阮误用土地，造成污染。造成各类物种灭绝。主啊，求你怜悯阮。恩典的主啊，阮愿你承认阮的自私甲骄傲，吞踏人的尊严，阮忽略弱势者，或者移工甲新住民的需要，阮听见在土地的嚎叫。特族群的量化，妇女儿童甲青少年的爱歌，总是阮却无付出教育行动来合治所领受的恩典，甚至因为安尼，互因陷落伫艰苦的处境，受到压迫。主啊，求你怜悯阮。我所得记对我，你的心思能到彼心，耶稣得记对我，你的心都临到彼心。奉主的名来宣告赦罪的启用。信息公义的主啊，求你赦免阮，洗清阮的罪过，帮助阮行伫光明中。求你赐落智慧启示的神，互阮清楚知影你是充满听甲信。求你愿阮显明你家己，互阮通明白伫你有无限伟大的能力。阿门。阿门。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15到19a。这时我来强读用现代台语版本。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恁对主耶稣有信心，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就为着恁不时得感谢上帝。我伫祈祷中笑念恁，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有智慧甲启示，通明白伊。我恳求上帝开恁的心眼，互恁通知，伊选调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因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偌尔啊丰富，伊
伫咱信伊的人中间的运行的权能偌尼啊大。以上，即时咱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的曲仔是主的疼比大海深。献诗完，咱请牧师来讲道。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我听见恁对主耶稣的信心。感谢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欢迎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赐咱大家今仔日有一个温暖的天气，咱伫遮同心聚会，同心来敬拜。那要分享主话进前，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还这个福分组织伫你的圣殿，因为你的圣殿是在伫才会有信心、同心合一来奉你的名组织的所在。所以，这个圣殿也意爱，愿要诚侪敬拜主的所在，你恩典降落的所在。愿你的话诚侪，阮的帮助甲开力，互阮领受，搁去行。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日的主题就是
应用咱今年全世界伫即个妇女节的时阵用着同款的主题、同款的经节，来相甲来分享宣告主的恩典甲疼。即个主题叫做“我听见恁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也是讲信心。咱看见今仔日的主题经文，就是《以弗所书》1章15、19、19节。会记咱前2礼拜咱有关是用另外一段甲以弗所教会有关系的经节，就是咱所读的启示录即个约翰即个使徒写批，甲以弗所教会所宣讲的，所对因提醒的。若是照时间的顺序来讲，今仔日读的这段经文是较早保罗所写寄予即个以弗所教会。启示录这段是已经时代变迁约翰伫拔摩的海岛所写的，所以两段有一个对照的所在。所以今仔日所看的这段经文，会通互咱看见一段非常水的记录。咱知影以弗所这本册是保罗伫罗马伫加角的所在受主为着主来压迫受压迫的时阵所写的一张批。毋过虽然伊是伫受苦中，毋过心中充满着属天的荣耀、愿望甲喜乐，阁会当为着圣徒来代求。其中2张批真重要，一张就是以弗所书，另外一张就是腓立比书。咱看见这2篇的经文，拢充满着保罗迄种感恩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知影伊所关心、所传道理的教会是充满着主的恩典的教会。所以为着因来感谢上帝，因为伫遐批内底看袂着讲伊对死有啥物惊吓，对压迫有啥物款的艰苦，因为伊认捌上帝呼召伊的愿望就对所以伫腓立比书也好，伫以弗所书也好，就是使徒保罗通过这个批信在甲咱讲，信道理是对听道理来的，真理会互人得救。所以人对主有信心的时阵，上帝就将圣神拼做印记伫人的内面。这是这个以弗所开头保罗所伫遐宣告的。他这个圣神有2面的功用，头一面是主赐予咱印记，就是咱属上帝的印记，圣神看印伫咱中间，互咱当晓悟属灵的事。一面是互你有一个确认，保证咱会当甲主耶稣同享一切荣耀。这是以弗所书1章伫咱今仔读的这段头前13到14节所讲的。所以对主有信心的一个典范，会通对使徒保罗听见以弗所教会所见证的疼心行为，人知影。所以保罗就是用今仔日这段经文来对以弗所教会所来做宣告，知影讲上帝恩调伊的呼召是何等的有愿望，佮主用伊大大的权能来分享，也是讲享受伫所有的百姓中间。也因安尼，咱今日就看这段经文，保罗伊安怎写，讲因为安尼，我一个听到，表示伊无伫现场，毋过伊知影讲恁对主耶稣有信心，过来讲对所有的信徒有疼心，哇！对神阁有疼，咱知影讲，这个是咱基督徒上宝贵、上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溃烂。所以保罗因为这段15节所讲的话，伊讲安怎？为着恁不时地感谢上帝，伫基督中孝念恁，祈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赐圣神互恁。为着因来感谢到底什么款的上好的礼物呢？求圣神赐伫这个有所百姓中间，安怎有智慧甲启示通认捌你。保罗伊真注意，也是讲真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伊知影讲，毋是靠知识来认捌上帝啦，也是讲你对所有的理论，也是所有的经验来认捌上帝，是真正对圣神来有一款的智慧。然后这个经文就是后壁伊的祈祷，咱小等会当搁一遍来复习吼。那既然是安尼，是安怎今仔日会用这个主题来牧师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啦。2023年就是今年，咱这个世界公道日世界公道是世界全世界100几个国家做伙伫应该是顶礼拜无就即礼拜组织通常伊一个标准的日期是第一礼拜的拜五啦，那今年就是差不多3月初3顶礼拜拜五，全世界大家教会的妇女拢组织，有的是中央的，有的是地方的，有的是单独的教会安尼咱台湾的教会大概是拢是顶礼拜拜五，因为拜五是上班日嘛，有人用拜六，甚至用礼拜日安尼那小可说明这个啥啦，有这个公道日啦这个公道日。伊的英文那缩写叫做 WDP 这世界公道已经历史足久1887年100外冬加拿大甲美国的基督徒的妇女共同来促进妇女伫家己的家乡甲全世界多元宣教事工所因发起的。咱知影讲有妇女即款的公道日，无兄弟，也无男士啦。咱就知影讲。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间，妇女会当自由，会当发挥因的才能甲温数，拢是这100-200冬的代志。以早咱拢知影，伫中国、伫台湾、伫世界足侪所在，妇女的地位实在是差一大尾就对所以咱知影讲美国甲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基督徒，伊知影讲，妇女是上帝所赏赐恩典的一半人口呢。无互因好好来服侍主，哪会使安尼真可惜。所以这个 WDP 的国际筹备委员会总部设伫纽约，超过150个国家基督徒妇女共同来参与。每一年真特色，就是讲每一年由无共款的国家的姊妹妇女，因轮流来提供编写迄个礼拜的内容。拄则一个开头的这个欢迎宣调这个。认罪祈祷、谢罪的祈祷，这个就是去年咱台湾长老教会的姊妹因用足侪时间来整理，来写好就爱送互这个总部审核咱台湾毋是干咱长老教会，是全台湾的各宗派，包括天主教的妇女，拢做伙来读这个物件，是毋是有下伫咱的祈祷？当心的祈祷的内容，所以是非常严谨的，就对这个文字呢，全球各个所在举行联合的礼拜，每一年齐心为着某一个国家来祈祷，佫照着啥无共款时区啦。咱知影讲咱用差1点钟，像日本早咱1点钟对无？安尼全世界都24小时若是共迄日的时阵，就是有一个连锁。1点钟，这个国家举行，过来迄个国家有的是几哪个国家称做一个连锁祈祷的意义安尼。今年世界公道日呢，带祷的对象就是咱台湾，这是人讲，若要讲起来，逐国拢轮着100几冬，咱基督徒一世人咱轮着一届讲为着咱台湾祈祷，甲拄好，今年是咱台湾。所以每年3月第一个礼拜5，3月初3，今年是3月初3，全世界、全球基督徒的妇女差不多有146国啦当然，大个国家因都合相也是战乱无举行，咱嘛无法度人按算，但是就是讲大概有这个国家拢有接到咱这个资料，因为这是一个妇女家己推动的活动，毋是用国家用宗派是妇女因家己要认同的。就亲像咱基甸会对无？基甸会就是咱平信徒家己办的你若有认同这个理念，我就加入就对当然教会拢足欢喜支持啦差不多有155万人来参与安尼。咱拄则有讲起，拄则咱所有进行的这个礼文呢，是全球基督徒妇女用共款的礼拜文，译做79种的语言。
共款同心为着咱台湾来祈祷，实践伫主里面的合一的美善吼。所以你拄也看到咱头前开始播送迄个影片吼，咱听着真熟咧。迄诗歌是啥物诗歌？吼，野花鸟我也毋唱英语的就对吼。即个影片就是叫全世界的人。当然，迄是英语的国家，可能佫无共款的国家，迄歌是袂解，是咱嘛无可能咱台湾的妇女唱遐侪种语言啊。毋过即条就是咱信女姐妹所写的野花鸟妈妈，爱用英文来唱。才甲咱台湾吼，迄特色拢表现出来。即个影片是全世界即个国家有举办的，拢伫遐来播送安尼吼。所以大道即个意思是啥物？就代表分享供给互人的日子。所以每一个参与的妇女拢带着为着世界和平、公义、甲需要大道奉献的心，做伙来强守即个世界公道日吼，即个礼拜。所以实在是真有意义啦。牧师今仔日会用即个礼文带咱做伙礼拜，吼。当然啦，佫较近有诶是伫妇女节前啦，咱有诶是今仔日安尼啦，吼。伊诶特色是因为拄好为着台湾，是咱台湾诶妇女，即个姊妹因所写诶即个礼文，佫设计礼拜，吼。因为咱富强教会都。即马就无妇女团契咧吼，无一般啦，教会有即个妇女组织，拢是妇女姊妹吼。因包括牧师啦、泽龙执事，阮拢袂使插，毋是讲袂使，阮爱让人让即个姊妹吼，互因来对头到尾来进行就对啦吼。但是想讲，这内容真好，虽然咱无妇女团契，但是咱若请大部分的姊妹来参与，咱会当甲即个精神伫咱的礼拜中来分享互大家。安尼嘛是非常的好吼。特别呢，咱拄则咧看迄个影片的时阵，有一张海报啦吼，一张海报。即个海报吼是咱台湾的青年吼，即个肖慧文姊妹，伊伫德国汉堡伫遐咧进修，伊所画的一张吼。即张画的即个海报的意义吼，咱若是甲看，就是讲即张海报啦吼，即张海报。伊海报设计意义吼，我有写即段伊写出来的即个意义。伊讲，讲到即个海报设计有真深的意思，就是讲耶稣基督的信仰，安怎为着咱即块现在受到孤立的即个国家岛国，带来平安的指望吼，甲新的眼光吼。咱来看即张海报的迄个元素吼，大概是。看到随知啦吼，虽然较远哦，看无讲介真，但是你注意看，内底有几项吼，几项的内容我来做一个说明。伊讲台湾捌经过几啊摆殖民的经验，对荷兰400年前开始有真侪国家来咱统治咱遮，这过去的这脚迹，造成咱咱即个岛屿吼，叫做多元的文化的面貌吼。咱知影，哇！咱台湾拄则有写讲16个种族呢吼，无共款的种族拢伫咱遮。佫较奇妙的是物呢？遮尔侪种族，若相对世界各国吼，咱台湾实在是足和平啊！你敢知影？虽然有时政治立法吵甲毋知人去你甲当做迄是咧摇把叉就好啊。因为台湾人吼，会当伫遮安静徛起，迄实在是。稳定，无足侪国家拢战争咧，你战我战安尼，虽然咱台湾较早嘛战过足侪啊，较早族群的情战咧是有真伤重的吼。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哇，咱拢是对外来人嘛，外来的人除了原住民以外，拢后壁来的。你若要争来斗去吼，这世间无尾日就对啦。所以咱慢慢我甲你无共，但是吼都互相忍耐。特别是宗教的方面吼。伊有写吼，即个影片有写讲，全世界吼，咱台湾的多元宗教吼，占世界第2名，表示讲咱台湾吼，逐项无欠吼，迄宗教有够多就对啦，庙寺多到互你算袂了安尼。当咱来看即张图吼，我来简单说明伊写，伊讲画中有一个姊妹伫遐咧祈祷有无吼？伫中迄个兰花的顶悬咧祈祷。
啊，搁一个是额头咧五望哦，手春关手安尼吼，表示讲迄背景是乌的啦，表示讲虽然路还阁无明朗，毋过知影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到。啊，画中国内底有两个足重要的动物交甲，就是地质吼，地质吼，伫迄个兰花下面一只地质吼，啊阁伫天顶咧飞即只吼，就是咱台南的出名的乌面腊飞啦吼。啊，所以咱即个姊妹才是我真厚，甲咱台湾迄个重要的角色拢有写伫内底安尼。啊，这内底吼，伊讲虽然即个数量少，但是存在伫台湾吼海拔真悬的所在吼啊，即个地质啦，啊，即个乌面腊飞是伊的特色，就是讲逐年吼对南飞到北，北飞到南啊，几啊千公里啊，乌面腊飞会当海面披露啦吼，讲代表台湾的伫困境的中间有充满着信心啊、坚强的特性吼。啊，即个蝴蝶兰吼画啊足大吼，啊，咱最近哦，咱台南的后壁遐吼，后壁毋是我后壁，是后壁乡、后壁区啦。哦，迄兰花展览吼，啊，大家讲烧钱讲若无去看，足无彩。啊，当然逐年拢有通展览啦。咱台湾是蝴蝶兰的王国，吼，台湾是蝴蝶兰的王国。啊，相对荷兰啦，荷兰是讲郁金香有无吼？荷兰是全世界迄个青花吼上出名的一个国家安尼吼。啊，咱看见讲，咱蝴蝶兰伫全世界销量非常的大，互人真侪人看见遮水的花啊来认捌咱吼。啊，佫有一个小小的所在，就是背景除了天以外，佫有这青色的，迄是草啊，代表讲咱台湾吼。迄个草根的特性啦，台湾人吼安尼，旱时毋惊落土烂安尼吼，啊定根伫本地安尼，啊青草吼足够发的安尼，迄点仔甲的迄个若够无红吼，迄对点仔甲拢会卜迄个草出来，啊代表啥物？咱是上帝所看顾、所疼惜路边的草啊，但是啦，足朴实的、足丰富啊，佫坚实安尼。啊，这是即张图吼，啊看起来就水水啊，毋过内面充满足侪意思，啊是即个啊姊妹伊所画吼，啊这解说牧师用讲的就好吼。啊，那事实顶礼拜拜五、拜六就陆续咱足过中会拢办过啊，啊咱看因现场的状况，因那是一个中会做伙办，啊所以大部分拢是姊妹啦吼，这是第7星中会公道日吼，啊伫济南教会吼。啊，若注意啊，看拢姊妹负责的。啊，因有一个特色，就是讲伫个港台伫个圣餐道内面拢摆足侪，甲台湾有关系就对啦。甲台湾有关系遐个物，吼，有地图啦，啊有迄果子啦、香蕉啦、啊百合花啦，吼，这就是咧象征咱台湾的即个岛数，吼。啊，这个姊妹啊，穿无共款，代表各种种族的即个衫啊，伫遐来主持，吼。啊，这是因礼拜的情形。啊，而且嘛有迄个各宗派哦，吼，伊摕一张图的，就是表示一个宗派，天主教啦、救世军啦、卫理会、圣公会吼，大家拢联合吼，啊，伫一个所在举行即个公道日，啊，这是因公道日的情形。啊，但即个嘛是啊，遮个妇女代表吼来迄落啦吼，来带祈祷，就像拄则啊，咱谢牧师啊甲。做拢只是带咱做伙祈祷，啊，因就是用这祈祷文啊做伙来，啊，咱吼台南嘛伫顶礼拜举办啊呢吼，就是咱伫嘉里教会吼，安尼真看真水的所在，啊有400几位的姊妹做伙伫遐做伙敬拜，啊，咱的现在副议长陈信昌牧师啦，负责主理吼，负责主理安尼。啊，你甲看迄个港台布伫拄则有看过吼，这较近啦吼，遐金蕉啦吼。柑啊啦、旺来啦吼，啊木瓜啦，啊佫迄稻果啦吼，稻果佫小米啦吼，啊也有人特别注意看到倒位咧，看到遐有台湾米露，啊人讲哎，那米露哪会走去做礼拜的所在？啊伊讲啊，迄个台湾米露写台湾啊吼，上会当代表台湾就对啦吼，啊这是咱台南中会所放的即个布置，拢差不多吼。啊，咱兄弟姊妹，咱看到遮个啊，无毋是爱互咱兄弟姊妹知影讲啊，咱全世界教会拢真重视妇女姊妹因伫教会的角色，甲因的服侍。
今日这个主题，就主家咱也已经提起过。我听见恁对主耶稣基督的信这是全世界同款用这个主题，用这个经文做伙来勉励安尼。那这个有一个故事啦先来讲呢，这个主题唔是去年才定的是2017年就定好啊。意思是安那？是安尼5、6年前就定好讲要为着台湾来祈祷。迄个题目是啥物？经节是啥物？是全世界，迄是像咱咧办奥运会安尼3、4、5年前都爱定好啊，毋是讲临时想到的。这有一个见证啦就是讲2017年世界公路日会议定好5年后，这个祈祷部经文主题就是坚固伫主内面的信心。咱相对着这5年来，迄个时代的变化，咱感觉讲这个主席对这跨宗派委员会这主席叫做张贝利牧师，伊有一个见证，伊讲2017年定2023年，为着台湾祈祷，经文嘛确定，当时毋知影有疫情啦，台湾基督徒今仔日煞伫5年后，都要面对这个变动的社会，经济也好，咱的疫情也好，也是外交也好，甚至咱面对着战争的威胁也好，呼召咱爱对上帝有信心。这敢毋是上帝早已经定好这个旨意，知影讲这时代变化遐大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也影响全世界咧。所以当咱今仔日回想着当时上帝互咱的经文，坚固咱对上帝的信，真正下伫这需要。这讲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见证上帝已经为着咱备办好5年来。所以咱若对这会当对这经节做一个小小的这个整合，就是讲保罗听见一位所教会安怎对耶稣有信心，对正信徒有疼心，所以保罗讲不断为着因来感谢上帝。兄弟姊妹，这个甲咱提醒讲，咱时常甲注意力爱转向上帝，唔通看环境是外面安尼形形色色安尼对到咱会当。咱若无互社会，也是这个外界所影响，咱就会当专心放心伫活伫上帝面前，继续往前行。有引用这个约翰斯托的这个神学家所讲的一句话，伊讲基督徒真侪基督徒面对困境，是因为咱袂记得咱是两个国度的子民。什么意思？你我大家拢共款伫这个社会，面对这个国家的情势。面对这个经济的情景，面对这个无共款的污染的环境，你我拢是毋是基督徒就袂但是咱也会记得，咱是另外一个国度的子民，咱是台湾这个国家的子民，咱嘛是上帝国的子民，对这意思。所以咱活伫这个地面上呢，身份是世上的子民啦，但是咱借着耶稣基督，咱成就一切，咱嘛是活伫天顶的国度。基督徒会当甲一般的人无共款，是咱伫困境挑战共款的困难中间，像咱现在讲几啊百日咱南部无落大雨啦，咱大人嘛拄着，但是你也会记得，你是上帝的百姓，你是上帝国度的百姓。所以保罗鼓励这基督徒讲，咱虽然伫地面上，但是活出天顶百姓的样式，就是眼光注心伫上帝。目标是认捌上帝，持续为着咱认捌耶稣基督做至宝。所以用安尼这段话，对咱台湾的百姓讲，今仔日个世代，咱需要以弗所教会的信心啦。对正信徒、做圣徒、正圣徒要有疼心，咱相信上帝在掌管。你面临着这个社会变迁，这个国际情势安尼政令照要逐日拢咧甲咱提醒安怎危险倒位安尼。但是你若无对上帝有信心，咱会互伊拖咧戆戆死啦，拖对戆戆死。咱台湾毋知偌久偌侪摆，即个国际的即个威胁化甲惊着咱毋知偌侪波的移民呢？你敢知影？台湾对60年代到现在50、60当久若化一个惊着，就一群人赶紧搬去美国，搬去倒位安尼去移民，去贝里斯有无？到今日咱嘛是活得足好即大家拢烧钱要转来台湾咧。这意思是啥物？咱有迄个风声，咱无法当阻止现在特别是媒体特别是这
这网络的这物件，你要怎阻止咧？但是咱基督徒有一个自信，就是咱对上帝有信心，对信徒有疼心，咱相信上帝的掌管。那上帝唔准较任何的溃力，世间上强的溃力都无可能去动到咱台湾，这是咱的信心啊。所以这个幼所教会，咱顶礼拜看这个地图，幼所教会伫当时地中海迄个真重要的航线的这个中间啦啊，所以保罗因为看见幼所教会的信心，佮疼心，伊就为着因祈祷，这几项的祈祷：第一，求荣耀的天父，甲圣神赐予咱，赐予恁，安尼讲，这个圣神会互恁有智慧，启示恁认捌上帝。啊，这真宝贵咱真侪人是用知识咧认捌上帝，有的人读册真牛，哲学家看圣经看几啊遍，看啊伊研究啊偌济，但是伊无对圣神来伊就是批判，就是嫌讲圣经写了无完整，写了无够额，拢用人的办法。但是保罗讲，基督徒爱领受上帝智慧甲启示的灵来祈祷，让观察到人的需要。这互咱有一个真大的确信兄弟姊妹。那安尼的话，表示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你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你读过偌年侪册博士摕到，若无圣神启示，无一定你对上帝认捌会较赢一个毋捌字的姊妹，安尼对毋对？意思是啥物？迄个属灵的体验都毋是靠人的知识的，有人颠倒因为知识伤悬伊煞白死的，你敢知影？特别是遐对科学足痴迷的人，伊想讲我无证据，我要哪证明上帝存在？所以甲你伫遐鸡同鸭讲，就无法度。但是保罗甲咱提醒讲，若无圣神的启示，咱对认捌上帝是有限的，是局部的。就像有一个科学家，伊研究出一项足价值，也是讲足有贡献的物，但是伊对别的所在伊都毋知伊干那研究迄项尔。所以咱兄弟姊妹，咱要有这款的信心，知影讲，咱要对圣神领受到这个祝福。第二是求上帝开咱的心目，通知影伊呼召恁来得到的愿望是啥物。意思讲，伫茫茫渺渺，也是无清楚的中间，你要有心目看见上帝对咱的应允。所以同款意思，咱今仔日既然这个妇女主祈祷只是咧为着台湾祈祷，你敢有看见讲？我为着台湾来求平安，我为着台湾来求稳定，上帝恩准照顾咱台湾这个岛屿。当咱百姓大家互相三合一的时阵，上帝的祝福就来，咱就确信伊要甲咱保护。这是咱心中的确信。而且咱更加爱了解讲，上帝所赏赐的，互伊的百姓的产业是遮尔丰富。上帝互伊的百姓有遮尔多产业。你有去看见伊所予你的无？所以基督徒需要愿望，未信的台湾百姓也需要愿望。所以教会要祈祷上帝讲，照光咱心中的目睭啦，来看见上帝要伫咱台湾所做的事，互咱台湾成做上主荣耀的基业。咱若对现在台湾社会演变，你嘛知影讲，若无上帝的恩准台湾伫这个 COVID-19 的攻击的下面全世界经济拢在衰退呢，敢若咱台湾在进步，你敢知影？咱台湾这2-3冬都上帝奇妙的安排。虽然各行各业无大拢足好啦，咱知影话人爱足怨叹啊，对无？但是咱整个台湾的 GDP， 还佫台湾的总收入真赢过韩国。你有知影讲，较什么人较外交都无法度人去印证到这项事。当上帝把这款的印证放伫咱台湾这个岛屿，也因为2023年为了台湾祈祷，咱知影这2冬台湾因为帮赞世界足侪国家的口罩讲台湾 can help， 哇！大家人目睭金金看到台湾这个岛屿，佫今仔日为了台湾祈祷，全世界妇女目睭针对着咱台湾，你敢袂看出？上帝给咱一个真奇妙的印记，就是台湾，咱若是遵探主的话，照主的旨意，伊就要给咱更较大的产业。伫这困难的世代，上帝照着
祈祷所显出的能力是遐尼大，福音要照着上主的大能力来运行伫台湾的百姓，这是保罗的祈祷。第三个祈祷是啥物？伊伫咱信伊的人中间所运行的大权力是遐尼大。你若相信上帝伊的能力，你就知影这是上帝的特别的恩典。就亲像伊安那引带咱台湾行过这段安尼非常困难的环境的中间共款。最后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用到这个礼拜的听书，无毋是要互咱搁一遍倒转来，咱富强教会嘛有一定上帝所特别恩待、所祝福、所恩膏的姊妹，所以咱爱看见这个姊妹因的恩赐甲威信啦吼。咱拢知影伫即个最近吼，咱伫咧庆祝妇女节嘛吼，真侪报纸杂志拢咧讲起着咱台湾吼即个妇女伫各行各业安尼表现足杰出的吼。佫较免讲，咱现在总统是女的咧吼，所以今仔日进步的国家的迄个指标吼，有人讲是女力啦吼，这新的名词，妇女的气力是一个决定性的气力。吼，我有感觉一句话啦吼，就是讲吼，查甫的会吼，姊妹嘛拢会啦，对毋对？但是吼，姊妹会吼，查甫的无一定会，安尼对毋对？所以讲起来加加减减吼，女会比查甫较厚啊。这毋是咧讲咧普他咱姊妹的话，实在是姊妹吼，能屈能伸吼，硬嘛会软安尼。特别是拄着艰难的时阵吼，姊妹会柔软甲坚韧吼，真做即个社会上大的规律。更何况上帝所创造的妇女上大的一个查甫人无法度人伫遐来代替，就是母亲的角色。怀胎生囝，上帝互因有一个甲上帝好亲像迄个生命创造的一部分，拢是伫妇女来产生的。有的人甲号做序哈，女性的医啦吼，叙事力安尼。咱台湾实施是2000年年初就开始设定这个叫做性别工作平等法啦，就是要促进讲性别友善的促进。咱当然若讲有诶较进步的女性嘛，是对咱台湾对妇女的尊重吼，对妇女的一种保障吼。其实也无完整，也无够啦。比如讲，有时同款身份、同款背景，可能男性的薪水较悬，这嘛有可能吼。像足侪即个产业，还是足侪行业的中间，伊甲排除女性，吼，特别若怀孕的妇女吼，哇，拢吼一寡公司无啥爱要甲聘请，这种实在可能安尼啦吼。但是咱就知影讲。政府咱拢有咧推动这个性别的工作的平等法。咱若是搁倒转来，咱长老教会，咱长老教会吼，对几啊十年前就有女牧师啊。我定咧讲咱谢牧师吼，伊做牧师的时阵，对开始有女牧师到谢牧师，吼，差不多是安尼拄啊好，安尼差不多，阮是1986年封牧啦吼。所以吼，在37年前啊，谢牧师排第20户吼。30几年前，谢牧师是排20户啦，就是头前有19个捌做过女牧师的。但是今仔日吼，37年后吼，台湾有400-500个女牧师啊，400-500个吼。所以你若试过去吼，你若看到人牧师娘出来，你毋通一路共叫牧师娘，讲你敢毋是牧师安尼叫可能较袂闹交去啊！意思讲，有诶夫妇拢是牧师就对啦吼。你若想讲这有啥物特别？咱台湾吼，这款情形足普遍啊！你若注意看国际教会新闻吼，最近有咧报一个哦。咱美国有一个咱国较保守，咱是较尊重，说因家己诶信仰较无共款，就是美国南方诶浸信会，美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因吼阁毋准女牧师啊，无要接受女牧师。所以咱知出名即间马鞍峰教会啊，旧年啊来创立一个女牧师，
吼，这美南信心会是全美国上大的教会，你敢知影？上大的迄个一个教派啊，因就讲安尼，恁马芳教会吼，无甲阮共款的理念吼，我要甲你激出，甲你赶出去。你发现即间遐大间的马芳教会，敢若防着女牧师，啊，就互人赶出去，你敢知影？所以咱知影讲，咱台湾的教会进步呢。咱台湾头一个女牧师叫做李邦赞牧师啊，李邦赞吼，咱较有会人捌听过。啊，所以这是咱台湾的一个恩典，因为女性甲男性做为服侍主。啊，咱看见讲，转来搁较缩小伫咱富强教会。我感觉咱富强教会对开始设立到今仔日47年吼，姊妹才会温度有美好的侍奉的传统。我伫咧准备这段时，我就笑念讲，咱富强教会头一个女长老就是杨素英长老，吼，已经到天顶啊。搁若印象无毋对，第二个长老就是咱的青美长老，咱的魏鹏长老的妈妈安尼。啊，因女性伫教会服侍，从早期搁真侪执事啦，足侪妇女团契，足侪主要老师，拢是妇女。因做美好的模范啦。所以因为今日这个主日牧师也要鼓励讲，咱在座所有的姊妹，咱搁较侪委身伫基督。伫灵命成长、运事发挥、合一同心，做伙来荣耀主的圣名。我相信富强教会若搁会当进展甲复兴，妇女姊妹绝对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啊，所以阮期待咱教会现在足侪无共款的侍奉团队，无共款的小组吼，啊无共款的即个事工，咱真希望大家领域拢有搁较侪妇女。因的成长、受调、兴起，更较侪妇女的领袖，对咱福音的宣扬、教会的贡献来贡献，教会的建造来贡献智慧甲温顺。这是今仔咱举行这个妇女主日，这上宝贵、上重要的这个部分。感谢主，愿上帝祝福伫咱遮的姊妹啊！咱除了补祝咱妇女节快乐以外，也希望上帝恩典加添伫咱教会所有姊妹中间。下日即位，咱下面阁线接一个回应吼，就是咱要来吟一首，甲即个主题，为着即个主题特别所做的一条诗歌吼。即条诗歌的主题就是我听见恁对主耶稣的信心。因为咱即条新的歌无用通好练啦吼，我要先请咱的圣歌队吼坐伫遐，恁先带咱唱一遍，啊，咱会友来看即段诗词。第二遍，咱做伙，若有人也卖过，会人斗唱吼，唱即条诗歌。咱先请圣歌队来带咱来唱即条。我听见恁对主耶稣的信心。来吟来。咱搁唱一遍好无？来。咱们请咱的万族长老，搁咱的慈宝老师，来带咱做这个回应的公道。咱有缘伫因祈祷刷咱嘅一个回应，一个会场的回应吼。即时咱要为着咱所徛起主所祝福。特别祝福的台湾来做伙祈祷，慈悲的上帝，台湾伫国际环境中
面对真大的困境，数十年来，阮亲像孤儿受孤立。虽望阮伫国际上无得到正式的承认，总是阮犹原伫农业、科技、医药以及人道救援顶面，尽力协助全球有需要的所在。圣神啊，求你赐予台湾人民气力、智慧，来面对即款无办法测度的未来。阮将台湾交托伫你的手中，愿台湾成做世界的祝福。圣神保惠师啊，你是世界的主，阮要倚靠你，完全交托你。请你看顾阮的软弱，做阮坚固的要塞，赏赐阮安全。求主听阮的祈祷。亲爱的创造主，感谢你赏赐阮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总是阮忽略地球母亲的体口。阮面对生态受破坏的问题，亲像空气甲水的污染、粪扫的污染、山坡地过度的开发，造成徛起的环境受破坏甲气候的变迁。生命的主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来充满阮的心，因带阮好好啊保护地球母亲。求主听阮的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你照你家己的形象创造阮，祝福阮，看阮是好。阮为着遐个带予世界仁爱、甲正义的妇女来祈祷。圣神啊，赐阮智慧，互阮知影要怎样为着受压迫的、被边缘化的、丧乡甲无助的人来争取权益，赐阮勇气来为遮个人出声，通唤醒社会的领袖，为女性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求主听阮的祈祷。恩典的主啊，新冠肺炎的疫情，互阮面对真大的挑战。阮为着遐个失去至亲的人，甲遐个犹原受苦的人来祈求。有一人因为疫情受到伤害，主啊，赐阮气力来帮助因，通为着后疫情的世界带来安慰甲鼓励。恩典的主啊，愿感谢你引带阮度过伫2020年疫情爆发的日子。台湾世界公道日的团队伫疫情严重的时备办今仔日的礼拜资料，互咱伫即时会当举行即个礼拜。看顾人的主，感谢你，互世界公道日伫你的恩典下面通聚集，有你的同在，对你有信。阮也感谢台湾世界公道日团队即群妇女，伫上帝恩典中克服彼此的差异，追求合一，达成共识。主啊，恳求你引带阮伫基督内面行往合一的道路。求主听阮的祈祷。阿免，感谢主，咱就甲下面时间来交互咱的思维。这是咱三甲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
会众请起立，咱来唱上奉献的诗歌。放心的奉献，主我愿意；容易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们的，我愿意献为你，我愿你所受主。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声，咱先开周报上尾啊，咱来读本话金句。我来读，咱三角来读一遍。即间殿后来阳光要赢过前的阳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搁伫即个所在，我要享受平安，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哈该书2章9节。咱下开周报第2啊，下主日的侍奉当中，主礼是詹瑞平牧师，司礼是杨中和执事。其他的侍奉当中，咱请家己来注意。顶周出席的信息，咱请家己来看。咱先开第4啊，集体交通。本会今日举行世界妇女公道日，请兄弟姊妹持续为着本会妇女事工、生命成长、卫生事奉，甲中总会的妇女事工形成来代祷。第2点，本会今仔日召开中职甲首长的联席合会的会议，伫1点半2楼会议室来召开，请参与的同工有微心。咱来看第4点，教育装备团队伫3月18有举行新竹新运动潘英良牧师的专讲，请咱详细消息咱记在伫下骹，请要参与的咱有微心。第5点，志工团队有征求志工，请咱家己来关心。第6点，伫婚礼消息，咱有伫3月25礼拜下晡2点半，伫本会要举行顾潘敏生兄弟甲张美玉姊妹的第2查囝潘凯丽姊妹甲陈品君弟兄的婚礼，请咱为因来婚礼来进行顺利，甲建立蒙恩的家庭来代祷。温度培育事工的消息，请咱家己来注意。牧区甲团体的消息有上年主日个提摩太，遮的活动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关怀代祷的事项，请咱持续为遮下骹的事项来代祷，特别为咱南部欠水的状况，咱来代祷。顶周新朋友的会友，咱顶周有转入一个。一位兄弟徐高瑞，伊是来自于新华教会，咱欢迎伊。总中会甲社区的消息，咱请大家来看。奉献的名示流出入，请咱来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做一个补充，就是讲咱伫这周报第4页的第3点迄个标题印刷的时阵无注意到伊甲咱打共款的意思就是讲，咱现在咧进行即个禁食祈祷禁食祈祷的即个连锁已经进入到第2礼拜啊，后壁佫有2礼拜、2-3礼拜时间，欢迎咱大家佫继续甲参加牧师特别咧甲咱提醒讲，若你感觉无对禁食对身躯体质无合，你无禁食嘛会当祈祷所以若有咱参与签名伫。1礼拜中3顿，中间倒1顿，你想要伫迄个4顿来祈祷，咱有即个祈祷单，你通针对讲拜3下晡阴暗迄顿，内底祈祷内容是啥物？你就为着迄项事来祈祷，嘛为着你的家庭来祈祷甚至你迄个时间
无啥透动的时阵，你嘛当暗时祈祷啊、透早祈祷啊。意思讲，你拢有份参与伫迄个祈祷，这是上基本上重的。欢迎大家吼。啊，咱慈宝老师有讲起着讲啊，咱有一本关于禁食祈祷的册，吼，咱正前几年拢有在介绍啦，吼。你若想讲啊，我要了解禁食祈祷的意义，有一本影印的册，吼，啊那咱正存几本7、8本尔，所以你若有需要，会当去公布咱的办公室登记，吼，啊那会当去补印互你安尼，这点请大家来参与安尼。啊，咱搁一个吼小小的拜托，就是讲咱有一个行政办公室的报告，就是讲吼。咱兄弟姊妹，因为一礼拜有时咱来教会一遍，啊，所以拢会来的时阵，有一寡代志要办吼，拢会走去办公室找干事帮忙啦吼。啊，但是安尼，比如说讲吼，咱的干事拢无用通做礼拜吼，啊，所以咱就小可要做一点啊，安尼甲咱改变咱一个习惯啦吼。因9点啊，暂时吼，这个办公室我会当休困无，啊，因三个专职的干事，有的要厨房啦、电脑啦、音乐啦，啊，有的要做礼拜。啊，咱等下10点半吼，啊，因遮礼拜三咱开。啊，你若讲有代志要办要报名，迄个时间咱去甲直接。啊，互因意思讲，互让因吼有一段时间安静来敬拜上帝。啊，这点请大家吼来帮忙哦吼。好，啊，搁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吼，咱有后礼拜有一个聚会啦吼，就是咱真侪人吼，有捌去过这种白水溪教会，已经100多年的历史啊吼。啊，这个纪念甘威林牧师捌伫迄个所在受害。啊，咱泽龙执事有一个好朋友，那是基督徒，因最近拢去咧关心这间教，因为这较偏乡吼啊，一寡趁钱的会趁钱的，这个兄弟拢出外去啊。啊，像阿公阿嬷阿祖咧顾孙吼，啊感觉足弱小啦。啊，因想讲啊，要安怎帮忙因？这嘛是外口来的哦吼。啊，因就是讲后礼拜想要摕因的一寡物件吼，啊来赞助吼，啊要来义卖吼。另外，这拢是因迄个相片吼，伊内底的相片，啊拢是这个义工入去咧帮忙哦吼。啊无因为大家拢搬走啊。这白水溪伫倒位呢？就是伫白河水库的内底。咱一个白水就看点，啊有一块半岛来吞出去啊。因遐个人住伫迄个半岛内底，啊，较早有捌人去佚佗，较早嘛捌做过迄个藏啊，伫迄个露营区啦吼。啊，咱最近较熟的是伫迄个白河水库下骹的即个倒呀，拿来有无？拿来到的就是白河水库的下骹，迄个水路的边啊。啊，即个白水溪就是水库内啊，水库内。啊，即白河水库，改成定安尼无水吼。即嘛足多人去遐佚佗啊，大家嘛袂记了去啊。啊，你若有机会，买当去遐行看看咧吼。后来看即张啦，主要是要卖即个物件吼。后礼拜吼，讲因要甲因迄有机的王来干吼，凤梨干吼，啊要来义卖，啊讲要带因的囡仔来呢。啊，所以你若讲有要买一点礼米，也是讲做这健康的食品吼。后礼拜小找一点现金来吼，啊来甲伊交管一下，甲交管若要甲奉献更较好哦吼。若要甲奉献更较好就对啦吼，啊，这点请大家来参与一下吼。啊，其他这个事工报告就是咱这演习的消息，时间的关，咱就到这吼。啊，咱家己来看，鼓励咱大家踊跃来参与啦吼。各种的聚会啊，做各种的演习安尼好。啊，咱报告到这，啊，咱来甲时间交咱的师会。上言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言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牧师来祝祷。撒迦利亚小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所有兄弟姊妹三角同在，特别甲今仔日阮大家关心的父女姊妹三角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请坐密岛闭会。今日第一堂的礼拜到这结束，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